1月27號下晝，行政長官岑敖暉於澳門美高梅宴請本地中文傳媒負責人。岑敖暉致辭時表示，期望新聞界進一步發揮專業優勢同獨特作用。過去1年嘅工作成果來之不易，得到咗中央政府習主席嘅高度肯定。呢啲可知可感嘅成果，離唔開廣大澳門居民嘅同心協力同埋支持配合，亦離唔開新聞界嘅積極參與同埋正確嘅宣導。喺呢度，我誠摯期望新聞界進一步發揮專業優勢同埋獨特嘅作用，宣傳引導好社會各界，同特區政府合力推進落實習主席重要指示精神同埋中央嘅戰略部署。同時亦希望傳媒繼續發掘響內地、響特區奮鬥打拼、成就事業、實現夢想嘅故事，讓更多嘅讀者同埋觀眾從客觀嘅事例中發現中國嘅和平、公正同埋善良，讓更多本地嘅居民同海內外嘅朋友感受到澳門特區獨特嘅開放、包容同埋多元，向世界講好中國嘅故事，我哋澳門嘅故事。岑敖暉強調，特區政府亦將一如既往依法務實協助傳媒嘅採訪同報導工作，積極支持新聞界舉行各類專業交流同技術培訓，攜手提升行業整體素質。